1997年港姐冠軍，現年51歲嘅翁家瑞，同1996年港姐冠軍，現年48歲嘅李珊珊，同樣係港姐出身，而且都係4料冠軍。兩人當選之後就各自展開人生歷程。佢哋原來已經有20年冇見，日前佢哋喺天下第一關鄭少康嘅安排之下，相隔20年後再度重逢。翁家瑞更為李珊珊補祝生日。翁家瑞發文表示，原來時間唔會沖淡友情，多謝天下第一關嘅安排。而李珊珊就心情寫話，所有相遇都係久別重逢。翁家瑞留言回應，真係一別20年，開心開心。由兩個人嘅合照可見，翁家瑞無論樣貌身材都 keep 得好好，而李珊珊復出之後狀態亦明顯比之前好咗好多。雖然兩人當年喺無線嗰陣合作唔多，但佢哋就成為好友。不過後來各有各忙，就冇機會見面，兩人嘅人生經歷亦截然不同。